刚刚你提到的问题，从昨天这个中断这个陆客自由行，以及刚刚国台办的这个说法，再证明是谁以政治因素粗暴干预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那么是谁任意的剥夺人民有基本迁徙跟旅行的基本权利？这个事件大家看得很清楚，也不证自明。那么对于陆客来台观光这个许可证，因为有3个月的这个效期，因此陆客自由行的人数虽然会从8月份开始逐渐的减少，但是我们预估归零的时间应该是在11月1号起那么对于相关的情形我们都会给予关注。中国在这个时候做的这个决策，其实是一个战略上很大的一个错误那我在台湾各地都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那他们其实都非常的感觉到能够有机会来台湾走走看看，那么来亲身体验台湾的风土人情，还有自由的这种风气，还有没有网络的限制，没有社会的监控的这种自由的民主的生活方式那我觉得他们在这里都显得特别的活泼那这种来自由行，年轻人来自由行，其实也是中国的年轻人认识台湾最好的方法，也是两岸人民交流里面最自然、最真诚的部分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权利被剥夺，我们是觉得非常的不舍那也有一些评论说这种做法是精准打击民进党的要害但是事实上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它所影响的其实是不分蓝绿县市、不分党派的业者所以我要告诉北京当局，中国把观光客当作是一个政治的工具，只会让台湾人反感。